那朕只能将你炼成丹药，这样朕这辈子也算是永远的有了你这只凤了。原来这才是让妃受宠的真正原因。希望你的身体能炼成一颗好丹药，跟你的好姐妹银丹一样。你说什么？你又忘了？珍儿，你这个人老是爱老实，还想一出是一出，没个定数，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，老是跟变了个人一样。银丹，银丹是你杀的？是啊。那他的父母也是你杀的？是啊。为什么？他父亲不是给你炼出长生不老药了吗？你为什么要杀他呀？还有银丹，他又做错了什么？太善良也是一种错。所有想阻挡朕长生不老的人都得死。银丹他本来不必死，他错就错在妄想将朕的身份公之于众，真是可惜。不过像他这样单纯善良的好人，炼成丹药的味道果然跟普通人不一样。萧一哲，你这个禽兽，你会有报应的，你一定会有报应的。朕为北朝励精图治，救北朝万民于水火，朕不过是想长生不老。怎么了？朕用他们的身躯炼几颗丹药，又怎么了？朕即便把他们所有人全部炼成丹药，又怎样？你为了所谓的长生，你拿人来炼药，这跟吃人有什么区别？而且根本就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。有，朕马上就要炼成。你疯了！你疯了！珍儿，以前你很能理解朕的，现在的你真让朕感到失望。罢了，你不是喜欢朕的好儿子萧文景吗？那朕便大发慈悲的让他亲手杀了你，死在他手里，你一定会很愉快的。文景，萧文景，杀了他！萧文景，我是陆真儿啊！萧文景，我是陆真儿，萧文景，萧文景，我是陆真儿，杀了他！你看看我，我是陆真儿啊！萧文景，娘娘，娘娘，放开我！这叫萧文景！放开我 ！Nice to meet you。小洛，在这最后一刻，我还是想起来了，想到第一次你对我说 Nice to meet you。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。很抱歉，有几件事一直没有告诉你。所以，床上那个人不是你吧？当然不是。我调侃你小鹿乱撞的时候，可能你就俘获了我。萧文景，你是第一个愿意为我出头的人。你把我当做最好的朋友，我却把漫画一页页揭开，对你布下天罗地网，你却勇敢向前。我的命由我自己写。当你刺地的那一刻，我感受到的是你对我义无反顾的信任。厉害了，我的哥！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，我就不该对你有任何期待。我狠心将你发配到浣衣局，是因为我已经不可救药的爱上了杀我弑师的你。当你死，你痛哭的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这一世你有要护的人，我也有
开我！娘娘，娘娘，去救萧文娘娘不用去了，萧文清会死的。陛下早知道自己会死的。你说什么？他在决定唤醒你之前，就打定主意要为你去死了。陛下让奴才生出的那一剑，剑上的毒也是陛下给奴才的，陛下活不成了。我不信！娘娘，萧文清，萧文清。萧文清，萧文清，我要去找萧文清。娘娘，陛下已经驾崩了。紫宸殿爆炸，陛下跟萧逸城死无全尸。不可能，我不信。陛下知道萧逸城会拿他炼药，所以他早就给自己下了毒。他知道会这样，只要跳进炼丹炉，就会立刻爆炸。他早做好了跟萧逸城同归于尽的准备。我不信，我不信。娘娘，陛下嘱咐过奴才，说给了娘娘一份传位诏书。等他跟萧逸城死后，你拿着传位诏书就可以直接继承帝位，你就是北昭的第一位女帝。他都算好了，他全部都算好了。娘娘，他还说了什么？陛下说能为娘娘而死，他心甘情愿。娘娘不用难过，下一世他一定会好好对娘娘的。可是这一世的我也想要一个萧文清。亲爱。明日我就会失忆，或许以后都想不起来他是谁。你拿着虎符，要保护好他，别让他受伤。如果要伤害他，也绝不允许。等他当了女帝，你可要好好辅佐他。他都变成那样了，陛下为何还要对他那么好？那不是他。怎么会不是他？等他回来了，你就知道了。陛下对他这样，真的值得吗？他值得。我死后，你让他为我守节3罢了。1年，这1年内，不要让他找其他男人。娘娘，他不会的。他若11年后还不找其他男人，你就帮他找几个好的。陛下，人生在世，总是要有个人陪伴。他那样的性格，孤独久了会生病的。奴才知道了。夫人，保重。恭送陛下，奴才告退。陆真儿，再见。北昭11年，陆真儿继位，自此科举废男女之限，起女子仕宦之途。巾帼入朝堂，红妆长机要，四海承平，北昭岁兴。参见陛下，
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爱卿平身。谢陛下。也不知道萧文静在哪个世界里面逍遥快活，没有我小鹿的日子，再也没有人烦他，他一定很开心的。我以我的灵魂交换，换陆真儿回来。要他回来！温馨提示：若宿主执意要陆真儿回来，本次将成为漫画最终章，您将永远消失，请珍爱生命，谨慎选择。原来我跟萧文静之间只能有一个，你为什么要选择我，萧文静？原来我和陆真儿之间只能活一个。真爱，我不让你活。萧文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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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萧文静。我不是死了吗？我怎么回家了？为什么漫画什么也没更新啊？2025，6月18日，我连载完漫画的第2天，所以我和陆真儿的故事都是一个梦吗？不可能。陆真儿，我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。但是为什么我就感觉缺了点什么？陆真儿，现在的你过得还好吗？萧文静，我是陆真儿，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在你的争夺家产大战中，你有没有胜出啊？我猜你肯定胜出了，毕竟你那么聪明。现在你大概在你家的豪华游艇上纸醉金迷吧？你是不是很诧异？你为什么没死？因为我也跟系统做了交换，他放你回家，我好好当本招女帝。你要好好感谢我，我这么贤宜的人，居然愿意为你每日起早贪黑，励精图治。我也没有想到你那么想回家的人，居然会为了我放弃回家，留在这个虚假的世界。所以你我也算互不相欠了吧？
福公公说你要我为你守节，你想得美！我当上女帝就要开后宫，后宫里全是20岁的男大，我才不要为你守节。你甚至没有跟我说过一句喜话，我为什么要为你这个无名无份的女人守节？这些话也不知道你能不能看见。总之，我会多多的写，这不是一本漫画吗？希望能实时更新到你的漫画里。要是你画的东西都能成真的话，那你记得多给我画一点好东西吧。这是什么？都是金子呀！这些是什么？薯片。电风扇。可乐。好久没吃到了。小文静，你果然看到了我写的东西，那我得多写呀，这样你才能给我画更多的好东西。写些什么呢？能不能再给我一个小文静？陆真儿，我好想你。小文静，我好想你。陆真儿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我去府里的，我会心肺复苏。我怎么这么晕醒了，太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。你没事吧？陆真儿，我又见到你了。你认识我？你干什么呀？长得帅也不能为所欲为啊！陆真儿，真的是你。陆真儿，我喜欢你。
雪后春来晚，历经了悲欢，街头辗转，故事未完，转身与你失散。隔一段旧尘烟，重逢被月色遮掩，雨雾蓦然，往事缱绻，人潮涌过擦肩，爱已在灵魂疯狂生长，思念铺着我，不敢声张，不敢相望，却又贪恋你目光。时间遗落许多过往，繁华无际，要看过往俗世荒唐，才会你脸庞。念念不忘，别来无言，结滴眼泪穿过浪风换来你我，回眸一望，地老天荒。爱已在灵魂疯狂生长，思念铺着我，不敢声张，不敢相望，却又